乡亲大家平安，今仔日是新历的7月27，旧历的6月7日，礼拜一。新闻的头一条：议员啉酒醉拍某囝，因某坚持要来离婚。婚姻节的县议员只要啉酒醉，就规个人走精变款，六亲不认，讲车拍某拍亲情，甚至3年前这太太大不到4个月，嘛是照拍。虽然事后一直来回失礼，搁来酒抓来保证讲一定会改酒。 但是最近这几个月搁来了，搁开始起骹动手了。这太太为着家己甲2个囡仔安全，只好来报警。啊，这个无爱原谅啊，真坚持一定要来离婚。议员啉酒离厝里大细声，囡仔和太太拢惊到。你小妹要糟蹋啦，你要倒来。太太赶紧互囡仔入去房间，惊讲受到影响。议员毋那是意见的暴力，离太太后家厝动骹动手。 他还拿安全帽打我舅舅。厝内底物件拢去弄歹，车的玻璃还有车身嘛拢受损。太太指控担任县议员的翁婿，只要是啉酒就变安尼。3年前有生4个月，第一摆去伊家暴。他马上来报警，那我一定是赶快躲在厕所，我才打了家暴的电话。 已经3档啊，至少伊敲4摆家暴电话，伊身躯顶悬嘛是伤痕累累。虽然讲议员酒醉了会回失礼，嘛会签切结书，强调讲伊会改酒，但是几个月了就搁开始啊，前几天又搁发生同款的代志，太太决定要离婚。第一，我要担心我的小孩；第二，我担心我自己。因为受暴者他并没有就是申请相关的保护令嘛，心理支持或者是在一些相关的咨商。 但都没有比较积极啦。议员目前无回应，但是伊透过亲戚朋友讲，家己是面带，走脱无可能无啉酒，夫妻常常为着这代志冤家，伊才会酒后乱性。卡叔讲太太若是坚持离婚，一切都依法处理。